或者5日节连假呢，真侪人拢会驶车出去外口佚佗，也毋过所有民众伫国道1号落南的秀水的这路段呢，发现有一台乌多拜是马顺啊，2个人相载，而且搁骑正向，真侪人拢好惊一条。后来这警察赶到现场的时阵，人已经走去，即马后手是会调监视器来解开发。5日节透早高速公路车流也正顺，车速无慢，民众开车经国道1号路南202公里秀水路段时阵，向看到正边头前竟然出现一台颠倒向的机车，是一个阿嬷骑车，后壁搁载一个查甫囡仔。头前的货车看这情形紧闪，因为这个路段无路径，所以真危险。国道警察局接到报案，遂赶到现场。接获民众报案称，于国道1号南向206公里有一部机车误闯国道逆向行驶，本大队立即派遣园林分队前往处理。警方缇违时间是早起晚近9点，不过警方赶到现场时阵，已经无看到这台机车。后续还有接到民众回报，讲这台载人的机车已经由彰化交流道转到一般的平面道路。不过这个阿嬷到底是为倒有起来，是安怎会骑机车反向上国道，目前也无法度知影。不过民众看到这种画面，拢感觉真危险。足恐怖咧，万鬼啊！都无注意，咱无去注意头前时阵，去弄着。呼吁用路人注意高速公路匝道路口相关指示及禁止标志，切勿误闯高速公路。警方表示，后续会调阅监视器对查车籍资料，并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3条第4项规范，会当罚驾驶3000块以上6000块以下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